克。大家好，我是阿哲。大家好，我是杨明奎，欢迎收看这礼拜的COS 四天谱。生日会哥哥，你干嘛卷裤管啊？谈过我们的准备要做一件懂一天的事情，系冇？对，我们要去学种菜。好，请观众朋友听听你听下都杜氏种菜。爱系西里瓜，爱附近呢看到的唔系山也唔系田丘，系过全天嘅态度。爱讲俺用乜来到呀都市菜园，绝对让你讲故事。有的小哥位肯定夹妈妈的书而来买见。妈妈讲像我种西里瓜、番薯叶、韩国吊菜，俺将呢比带进去嘅。原来有一群人用都市的水果头来种青菜水果，家头就按到都市耕种人。亚种伫都市巷工作，系伫不卡嘅阳台、活动大、公园、沙基空地、韩国好高度好，都做得大超市、都市的菜园。当爱种到都市都好，唔是小人不爱食，认真自家种嘅菜，就会好安心又康健。韩国伫都市都好，种菜来推推种花架豆，同样为上年减胖，反而会变到下卡酱。爱到下喺啲都市，我让大家向下啲都市种青菜。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有一沓细细嘅排叶田，3年前开放本市民来研究，对各地的人员就啲呀向下来自地菜园，向下分享菜园都好嘅作物。可是这下位于台北客家农场，听说我们今天要去当农夫。COS 四天谱 ，Let's go！哇，好多菜啊！这个水稻很漂亮。哇，突然间想吃东西。马克同阿哲今年没有去菜园听书哦，啲家之前我先来烘热各种嘅青菜。这是什么？甜椒，有香味。我拔一片快要枯掉了。还蛮香的，这也是地瓜叶。啊，为什么长跟其他不一样？品种不一样。品种不一样。这两个都是地瓜叶，平常吃我觉得应该是都这个，这个比较常吃到。薄荷是香草的一种，揉它几下，揉它几下，香味就会出来。有，我有出来。看，我有。哦，好像牙膏的味道。而且学校用嘅棒草味，有的草味就唔会放开到作物嘅成熟。韩国今年嘅有好炸嘅作物，有番薯叶、快菜，我用嘅炸都有特别的风发包。从哪里剪？从这里剪，然后留在1个叶子、2个叶子，它这个结的地方会再长小枝芽。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剪，每一枝都这样子哈。那以后就会像这么大。哇！割到土的上面就可以把它割断。对，小心哈。哇！哇！那个，这个先放到那边去。摄影机闻闻看。带回去给妈咪。耶！一大杯除得汤圆，其实小朋友没会来压掉，家头唔讲辛苦，听得汤圆向下帮手为种菜。你来这边来多久了？大概3、4个月。3、4个月。当初为什么想要来这边学种菜啊，或者是说观察农作物啊之类的？因为可以体验当农夫的感觉，然后会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回去吃。对于自己种的农作物会有什么感想？就觉得比较健康，而且很好吃，因为是很辛苦，然后才得到的成果。跟跳水换来的。那这3、4个月下来，你整体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就是很好玩，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蚊子或者是太阳很热。这位今年也好多动作，食得到自家棒嘅菜，就算较辛苦的话也懂得。
刚才 VCR 里面我看到马克访问那个感觉起来跟你差不多年纪的那个同学，他说他种了3、4个月，然后他的感想我们听到还蛮正面的。我不晓得你当一日农夫啊，你只有1天而已，你的感想又是什么？种菜初体验吧，因为比较少说认真，或者是说花费心思去摘植物、种植物，或者是说做跟植物有关的活动。除了草，然后呢也学习了怎么收成那些农对作物收成的方法。不是都全部割起来而已，有什么收成？韭菜就是要用镰刀，然后握着，去要割土里面一点点，不是割在地面上的，不是这样才会再长新的，就是比较小的韭菜，小韭菜。对，然后还有像是说地瓜叶，地瓜叶就是用割的，这种剪的，然后呢可能会留个1小撮，对，这样子它才能长出来。自己收成起来感觉特别香，比如说那个特别香，对，就比如说香菜、香菜、薄荷、九层塔之类的。那我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原本我们想到种菜，大概就在乡下，为什么我们在都市种菜？通常都市就是水泥砖，然后高楼大厦，然后就是想要绿化城市，但是不是一般的绿化，不是种花，不是种那些花花草草，就是不是种漂亮的景观植物，就是种可以吃的风景，比如说胡萝卜、小白菜、小番茄之类的，这样种出来之后，自己吃起来也蛮好吃，就特别好吃、特别香，跟在市场买的不太一样。像这张图片是台北101柯文哲市长有推一个城市绿地计划，合并他政策里面也有说到会跟社区就是里长合作，将人行道之类的景观植物换成菜园，李明菜园。对，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可以吃的，对，差不多。然后他还有跟那个社区开免费的友善课程，就是假如说怎么种、怎么栽、怎么照顾。旁边这个就是也是在都市的，好像是屋顶对不对？一个大楼的顶楼。然后旁边还有太阳能板，很环保哦。这个是在学校种菜，就是这好像是稻子对不对？水稻。经过你们暂时的这个一日农夫的体验，你们对于种菜或对菜有什么改观吗？或是有不同的看法吗？一般来说，我们比较不会去深入了解我们吃的菜的背后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都吃了菜，然后呢，那个菜可能就是市场买的，要不然就是别人送干嘛，不会去了解菜，它在市场以前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来的。而且我们有时候对菜的认知就是桌上它变成一道料理时候的样子，根本不知道它原本到底是什么样子，长在土里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我問 Elmo 啦，係因為你兩位社會冇簡單哦，唔單唱到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去看演種菜，還設個身體力行綜合技能認識，體育挑菜，仲能乜嘅菜，看我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太天蟲。我们刚刚看到别人种菜，觉得很有趣、很好玩，所以我们来到了建国花市，要买一些种子、培养土工具，想要自己回家种。能注意把鲜花特价。你想种什么？我要种韭菜，感觉不错哦。我要拿小白菜，剩1包哎，小白菜这么抢手。你看，他说1年生草本哎，但是刚刚那边说它是冬季会比较好，好吧？有机肥，我也要买土。我们家也没有那个土，也要买土。这个没有味道啊，你看。有啊，一点点，很小。对，没有热吧？现在这边很多肥料或土嘛，那会推荐哪一种？作为那些新手可以用的土或肥料。土的话，基本上就是用培养土就可以。对，那你就是先就直接用培养土，然后把它铺平。然后稍微压一下，然后浇一点水上去。让那个土它可以比较密。
然后你再播种上去。那你假如说你现在种下去，每一个距离也要大概距5公分以上，每一颗种子哦。对。那你种下去之后，你的还没有发芽嘛？发芽之前的那个土壤要保湿，这样子还会促进它发芽。它发芽的时候，记得光线要足够，因为那个时候它要行光合作用，还能产生养分，才不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光线是很重要。就假如说一个，那我就把它分一半。我觉得我还是建议你就是一个种子种一种就好。哦，种一种就好。种一种。哦。那这种的话比较适合种根比较浅。根浅。根浅，例如说叶菜类那种都是。对。所以小白菜或九层塔都可以。耶！我们终于买到种子了，赶快回家种。有没有剪刀之类的？哇，你们好棒哦！好好玩哦！5公分，5公分，这边再来一点点。太多了。不会，加油加油，你加油你加油！反正就期待它赶快冒出芽，然后呢，最好可以拿来吃。你留言中落去嘅起始，马克同阿哲当然都同关系介到出成长嘅情形。阿哲种嘅快脆，韩国马克种嘅泡脆同青叶草都变啊，天天的他耶。3.6检查你的蛇窝立冲上蛋验，这2位已经有了1日种菜的体验，大概知道种菜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不是玩玩而已，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每天要去看，有没有杂草，每天要去浇水，每天看长了多少，需不需要除虫。如果每天都要做的话，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它辛苦的程度是1到5分来分的话，你就是非常辛苦，就是5分，就还好嘛，我很乐于做这件事情，那大概就是1分或2分。2位小欧，请站立场箱。Mark， 因为你种一个菜，一开始可能只要浇水就好，它不会干嘛的，比较少长虫，然后也没有发芽，然后杂草也不会长得多。那之后呢就会很辛苦，因为之后它发芽了，就开始会有虫来吃它，然后旁边也会长到杂草，然后你就要除草，还要除虫，然后还要每天浇水，然后去爱护这个植物，然后到最后就收成。收成之后呢，你一样要每天除草，每天除虫，觉得好辛苦。如果是可以自己吃到你种的这些菜，这样的辛苦会被抵消一点吗？抵消了90%。阿哲，3代表什么？对你来讲，就是一半一半啊，因为我有上那个日本节目看，他就是说他每天都会每一集都会请来宾，然后就下去种田，然后体验看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种田应该也还好。然后我就是去那个台北客家的那个文化主题公园，对，然后我听专家就是有经验的人说，其实这种当季的蔬菜比较不会有虫的这个问题，所以不需要弄到农药。然后有花花草草，就是也会有蝴蝶啊，就是飞来飞去很可爱那样，所以我觉得还好。你觉得还好？因为后来你们也自己买了种子，在自己家的这个顶楼种了1小块的这个小菜园，对不对？你现在有了这样的体验，你愿意一直种菜的，你可以选5分。你觉得种菜好像是有一点乐趣的，但是也没这么好玩，你不是那么想持续种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请表态。Mark， 你会想要种什么菜？小白菜，因为我原本就还蛮喜欢吃小白菜，而且听说小白菜还蛮好种的，不会费太多功夫。来，这段话我们录起来哈，以后拿来检验。听说。3个月后我们来看，听说那个 Mark 可不可以拿小白菜来给我们分享？而且我要补充一点，它种的是东京切叶呢，哎呦，超豪华的呢，而且是彩色种子的，所以我要到时候小红菜、小蓝菜之类的。哦，我很期待。那到时候我们在客家电视台炒一盘来吃。好，不错。来，你呢？我个人是觉得可以一直种下去，因为自己种，然后种韭菜就会包水饺，然后韭菜算是蛮多样性可以料理的东西，然后一直种下去也可以帮妈省菜钱。有省菜钱，同我的意思哦，难怪就按到super棒妹，我现在对自己无下种菜。
现在那个生活有安个改变，天时挑战的观众你嘞，我们的20分内容会上到自家无下种菜目。以上是你上班出嘅节目内容，是黑棍呀，公布之后，看下来看呢个礼拜嘅社会看世界。翻嚟到社會看世界嘅單日，先小嘅下半場今日呢，魔法部本主動嚟秀秀。嗨，大家好。嘿，欢迎秀秀来参加我们的小屋看世界。来，大家都玩过，直接看照片。第一张，看到什么？是个老贝贝。老贝贝。他们来斑马线是彩虹的，斑马线。彩虹哎，彩虹的。还有呢？这也不能叫斑马线，叫彩虹线，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不是白的，我可以问一下，是彩虹的。来 homeless 小心哦。我们这一集有那个看世界达人又来踢馆。来 homeless 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 VIP 的？ home 是什么？来，英文教学 home 是什么家。 ？less 是什么？少，或是没有。所以是什么 ？homeless 是什么？没有家的无业游民。所以我告诉你好不好？跟解答无关。耶！来，我们来猜。因为我上次就是在滑 FB 上面，对，因为 Facebook 上面如果你有那个是彩虹支持同志，就把那个有一个就是 App， 它会将你 FB 上面的那个换成彩虹的，然后 FB 上面也说是支持同志，就是同性恋，对同性恋。所以彩虹只有这个连结吗？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当地的车祸比率比较高，是因为大家发现，马路柏油是黑色的，然后好像斑马线不是那么清楚，很容易造成行人被撞到。我弄一个色彩很鲜明的。可是白色。可是白色跟黑色是那个相反的。对。好，所以大家都猜一样。来，其实原本有点白色。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哈，它在这个国家。以色列。啊，以色列在哪？欧洲。什么以色列在欧洲？不要误导我们节目的观众好不好？在这吗？就在这边呢。大家都不改答案吗？不改。确定？对。好吧，就决定是你的台湾猕猴。好了，恭喜3位，好不好？台湾猕猴支持同志。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后，当然有一些社群可能是比较排斥同志的，所以他们就想到说，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对同志的支持。那你们刚才说的没有错，就是彩虹旗就是跟同志最棒的一个连接。来，下一题。有3只狗流浪狗在笼子里。怎样？刚才看到 homeless 就一直想到 homeless 了，是不是？不是。为什么是流浪狗？感觉这就是不像是就是有人家养的，而且他们你有去过宠物店吗？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宠物店会有类似的设施？可是不可能关得那么紧密啊，至少紧密不是就是至少它会是透明的，让人家看到。这个是透明的。可是它只有一个窗户而已啊，它后面下面都是铁啊。或许是有一个功能啊，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笼子。是车吧？洗澡之类的。哎呦，小家伙，哦，对不起，大家伙。小家伙。好来，这是什么？烘干室。一定是烘干室，因为我相信不会有人那么不人道。你有听过狗狗毒气室这种东西？没有。应该是里面放毒气。等一下，有一个人在沉思。高手来了。怎么样，马克？想必你是有跟大家不一样的答案。我觉得那个黑影人的那个倒影有问题。有问题。他搞不好是在窃笑之类的。无论如何，请作答。觉得如此。怎样？秀秀这一题不想玩？还是你觉得答案是我没有写出来的？是不是？你要这样举。那就猜对，一个吧一半好了。你就猜一个吧，不行2选1，猕猴或是黑熊。我猜最不可能的答案应该就是答案。3、2、1，秀秀请作答。喂，因为这种题目呢，就会出那种越不可能的答案，所以我就猜越不可能。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制作人是念心理系的，对不对？确定哈？猜对玩心机的，怎么可以这样？来给大家看另外一张照片，这是在来猜哪个国家？日本 Japan， Japan。他们有汉字，对，来，我不敢比。不敢比，不是在这里，就在这边啊有，什么好不敢比的？台湾上面啊。那其实他们就是刚才里面开始提到，收容流浪动物的地方。哦，太多狗了，所以要把它毒死哦，是这个意思吗？不能讲把它毒死，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安乐死吗？这就是一个
镇静器的一个，他们叫做 Dreambox 梦幻盒子。因为每年在日本有过多的流浪狗，那流浪中心没有办法因应，他们的资源没办法照顾那么多的狗，所以跟我们一样，一定的时间之后，他们就要把它放到这个 Dreambox 里面，然后按下按钮。那讲是毒气，其实是二氧化碳，让他们不能呼吸。那是一种就是安乐死的手段。OK， 在日本，来，最后一题，能不能3连霸啊？哎呦，哎呦，极限哎呦运动，恐怖。什么东西？极限运动，极限运动。哎呦，新闻上面有报过，就是很久以前就有个新闻说，就是看到一个很有 muscle 的人，他就这样，结果就掀起一股潮流。给你们一个提示，他在这个国家。约旦，哎，我修正一下我自己搞不好不是约旦。我修正一下我自己讲的话，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讲非常重要。这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子。为什么我修正它不是国家呢？因为它确实还没有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国家，8级。可是它已经是联合国的观察员了，所以它很有机会接下来成为一个国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顿来的，给到以色列冻结，写对加沙走廊两位。为什么他们可以飘起来？这个靠激励，激励，这不见得有人认同你哦。嗯，马克说看看，只有你跟大家不一样。因为其实你要这样做很难吧？我地心觉得引力、重力，你要怎么样抵抗，变成这个所谓的人体国旗？很难呢。对，这是人体国旗啊，所以你觉得不可能，肌肉的力量，2个手臂可以把自己撑起来，跟地面垂90度，对，我觉得所以你确定风力？你从哪里看到风很大的痕迹的线？有可能是所以我现在就在找衣服吗？我现在就在找。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不太可能会把一个人吹起来。如果真的可以把一个人吹起来的话，那个木头也应该断了。哎，这不是木头，这应该是一个铁单杠，这是应该是一个铁钢架的单杠。所以如果是钢架的话，应该也会被吹，比如说7级强风之类的。嗯哼，所以你觉得不是？我看新闻是上面有说，就是他有访问一个极限运动家，他是台湾好像是第一个做这个人体国旗的。他说他就是练习了很久，然后就是有掉下来受伤过。嗯哼，来，不好意思啊，嘿嘿嘿哎其他2位，那确实你讲的没有错，他们就是靠自己肌肉的力量，然后抵抗地心引力，才可以呈现这样的一个姿势。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巴勒斯坦，在加沙走廊这边，他们为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你看，他不但要抵抗地心引力，有没有？他还叫一个踩一个人，如果我上去，他会垮，一定会。你不要小看人家，说不定哦，说不定他力气可以撑起你。然后有很多其他的照片。俺家做乜嘅對加沙走廊，佢哋會透過一個方式來鍛鍊自己嘅身體，其實就後背故事，下邊是看下來看。現在嘅人體國旗受到全世界注意嘅係加沙行動嘅巴勒斯坦人真係記錄天神吹。用按基地嘅訓練係認真加到嘅假嘢，對以色列崩壞睇咧，聯合國就講一特別5年內都冇辦法輕人。巴勒斯坦人捐靠啲呀弄搞搞嘅假嘢來練自己嘅體能。現在冇辦法要經濟發通，巴勒斯坦人單單都冇頭路，加到開始大漢步就啲記錄向天神2點鐘以上。加到夢想係為參加國際比賽，不過也係冇可能實現呢。現在加到有180萬生意，已經被以色列封鎖嘅8年呢。節目最後，將請李下現場嘅3位小來推薦佢哋人生最出名嘅相片係哪張？这张，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厲害，因為其實像這樣子就已經很困難了，但是上面還站一個人，就是超可怕的。力量超大的。對，也因此看到就是人體的極限。哦，我們的極限，可能我們的極限沒辦法這樣，但是如果你經過鍛鍊之後，可以到這樣的程度。这样可能就比較活躍，没辦法，比較樂觀。然後 energetic 充滿活力的。好，節目3個時候，記得會解釋。田時睇出嚟觀眾朋友對你來講，人生最出名要係哪種？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下個禮拜六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下一位是天普，拜拜。忘記了。走了，收工了。土耳其的下面這邊。啊！哎，工作人員一直這樣，我想我可能是白手。來，你再指一次以色列在哪邊？你是不是上次那個電線桿上面有隻大猩猩的那個？什麼電線桿的部分？